人小无3百金纸就起重，高雄就发生乌白伤人的案件。一个姓的查甫，敢若因为性地无好，情绪无稳定，伫路的乌白砸一个桥倒摆的人落来，从那甲对方的锁匙背落来，当作武器，用拳头母来拍对方面，还有阿妈棍。事后搁再举刀啊，和警察做对头，上尾阵啊骹底抹油，准备要选，互警察压起来，压转去警察局。无代无志，互伊拍这人嘛，讲实在是衰甲去国有赛。 监视器画面翕到一个查甫人躺车卡伫路的走，煞来就互为后壁约过来，警察约到当场压伫涂骹。这个查甫人可能因为精神无稳定，伫路的经过路人，无代无志，防警的民众当场硬气。我有稍微防卫他用拳头攻击我的脸，其实他也蛮强壮的，所以我也不确定我能不能自己一个人压制他。 防警的姓王的查甫人的面甲颔棍啊，拢会当看到有空喙。代志发生伫初10下晡2点外，伊骑车经过高雄的大寮区，向互一个查甫人砸落来，车的锁匙搁互背起来当作武器。是无可奈何吧？对，因为其实我也是第一次遇到，有点惊吓，但就警察算也没有很久就到场了，所以很谢谢他们这样。 姓的嫌犯犯案了后，情绪也是真无稳定，佮走转去举菜刀，想要为后门选，毋过尾也是互警方约到压伫涂骹。王然见警，情绪失控，进入家中，取出一把菜刀。他的父亲是有表示说，最近说可能是被鬼附身这样子的。姓的嫌犯犯了后，就随强制送去病院。迄个无辜防警的查甫人，心内嘛是真无奈。记者综合报道。